哟，喂，大家安安，大家好，我是会计人的啊，对啊，哦，画册的册，嘿，哇，所以我今麦拢出场啊。嘿，今晚开始袂当黑白讲话啊哦。出场一下，刚无差，飞碟咧开的时阵嘛咧，哦，嘛会使食物件，就自由的，自由。我遮拢做自由的，对哦，嘿，因为飞碟。哦恁黑白讲话是算伫恁的头壳顶哦，我无负责哦，吼。这有在啥？若是明仔载会冰岛无伊啊，大家应该我找大家算笑，嘿。好啦，嘿啊，大家晚安，我是会记恁的网络好厝边啊，大家拢知影我会送，应该啦，嘛毋是安尼讲，飞碟就是大家晚安，嘿。咱的头都要讲啥？诶，袂要紧，今日我是上无重要诶，嘿，啊，就有请5位来宾。不对，我们一开始好像没有说，我们原本只是想说游戏以内主要是讲台语，但是那个可以那个还没开始还可以讲华语是？对对对。哦，我跟你到尾拢爱讲台语袂要紧啦，我是讲拢无差，所以讲就关系。啊，无你讲日语好啊，让我听无？啊，我嘛听无。我会讲讲日语哦。我嘛会使啊，我听无啦。我有学过广东话，我会晓一点点啊。哦，我嘛还是你用广东话介绍家己。哦，敢若往遐搞呢。哦，来好啊，来好啊，来好，你好啊，你好啊，大家好。大家好。我系呢條啉奶，哇，還真的可以耶！我搞好勁啊！怪嘢啊！好勁啊，大佬！我聽無啦。好啦，咱繼續，好，丟心虧手。我們就先從最左邊往右來，那我們就先請上德手邊的呢條啉奶，先給大家介紹一下你家己。大家好，我是。无啥鬥醫生的樂啊，你着啉奶，無真長咧做出道的準備，啊，個性真強，啊，思想會跳來跳去，希望大家都較啉奶，好煞。好，大家都較啉奶，一定愛，哪介紹一定愛接。耶！氣氛做，真搞。Discord 迄個喇叭度啊是。找有手的試下就好。哦，我袂曉，不要緊，剛好你做就好，袂曉。哦。安尼刷到着我嘛？唔對，着你。大家晚，大家好，我是伊利，來自東南國的一張，應該用一張土地堡。啊，平常時佇 YouTube 開放送，啊，平常時和大家拍電動開講，啊。每2禮拜四會開電台，拜五和大家拍牌啊！啊，咱的影片單內底有咱會曉講台語的主播做伙講台語，耍 Minecraft， 啊有興趣會使來做伙看賣者，多謝大家。我替我家己試者。我想賣無學啊聲奇怪。開始阿鼻啊！好，這位請。好，我這邊是骨頭妹，那平常主要在 YouTube 直播啊，今天很高興那個火蛇啊邀請來這邊參加這個台語版的機密代號啊，機密代號啊，我台語我敢那也要一點點嘛倆啊，拍誰，大家拍誰，謙虛啦，唔驚。大家攏講一組啊，結果係啊，人家人攏講家己袂曉，啊一來就規句誒，請問我攏無讀冊啊，100分啊，我唔知啦，我別寫。聽加三公婆哦，好，下一個 ，OK。Hello， 我是白衣子木，你可以叫我子木子，我是一朵雲。然後我嘛未曉台語，我連台語冇曉練得，所以係。講未曉。講兩個什麼？開始講自己啊！變自己啊！講自己啊！好佳哉，我聽有。咱節目平常時佇Twitch 內底。
拢讲日语的。我会讲日语的。我最近一直被人家说你是不是日本人，然后不，你好像被说很久嘞。对啊，真搞呢，我应该无迄天出现，因为我不晓日语。我嘛袂晓，不要紧，不要紧，大家做伙练习看卖。安尼咱有请咱的对，先拍拍啊，拍拍啊，拍拍。我有钱，多谢多谢。好来，转去啊，我想要研究者。我来，多念一大好你。对你，啊，毋过你会写敢若足远的。对我，你久无看大家。我刚来啊！你今日是用手机来讲话哟？无，我今日用电脑。你那听起来个你敢有插麦克？有啊，我有开麦克呢。我惊你迄落走去啊，走去，设定可能走去。你搁看卖一个，嘿，设定伊收的声毋是麦克运动有的声，嘿，毋是咱头拄仔听到。Discord 遐出现了，看卖。嘿，去看卖。啊，我的声音敢袂使？你会读正会使。好。安尼呢？同款呢？同款呢？等我替你倒找。哎呦，看有关系个。安尼敢会使？咱像搞呢？毋过应该嘛毋是原地爱有的麦克。嘿。安尼呢？是我网络慢嘛，我那感觉卡。等了，我来。人伤济。这声音哪遮大声？我都无听到呢。我嘛无呢。还是我听唔到人的声？听一下。应该是你的声，我听唔到人吧？我计是伊咧讲话，结果是你咧讲话。头拄仔咧调迄个大家音量，对。我看卖一，还佫有啥物所在通调整者？那对着你的心，对着你的情，对着你的，无讲你，变做来算接歌就对啊。哇！来，军北来搁啥调整一下无？我先甲大家拍招呼、小招问好了，好啊。因为就个只暗网环境，佮有伊利暗网环境，佮有阿玲暗网环境，佮有结风暗网环境 ，Hello， 佮有骨头面暗网环境，佮有夸上暗网环境，佮有 Jackie Lee 暗网环境，佮有马自力，佮有冲阿姐，佮有50兰真奶这个名字暗网环境，佮有新朋友，看一下恁合做啥物名？哇！我的电脑嘛开开。哇！马林吉老师，对，我的电脑有名，有好名。Rosie 甲野风雪月暗网环境，好，大家慢。给我阿酸的暗名字哦。有啊。他叫马铃薯。对，他叫马铃薯老师。为什么？它烧起来就会有一个马铃薯味。他们是高虾，什么高虾？我点虾，我就变厚啊。安尼有较好啊。好，安尼。靠较大声的关系吧。请你来。我介绍一下。对，你敢要咧紧张？袂啊，哪会紧张？拢作熟啊吼，好。对啊，哪会紧张？来，来，请君爸介绍一下家己好无？你有讲高 Q 我就紧张嘞。是安怎啦？你毋是讲你无？这个讲好诶无讲。对啊。你有刚刚讲的，我时间。你想者，你最近在创啥？最近在上班。哦。在上班。
食拄好，我嘛有去上班呢，那才那也真可怜。然后等来家就啊你看漫画当アニメ嘛，好看。啊你无甲大家讲你号做啥物名？你名？我是军吧，我是五号将军见习生。即摆搁咧准备，伫咧林间上班咧趁钱，所以准备买我的物件，就是一寡电脑啊，啥物配件。啊。就这样。OK， 好，安尼。我最紧张看。对，真正足紧张呢。你毋是讲，你才讲无咧紧张，啊！你想想都紧张甲安尼。那袂甲你食找气啊？到泡泡伫倒咯。哦，水。哎，水。水啦。安尼咱。不要慢点。什么意思？好啦。安尼咱就差不多会当开始算啊吼，大家写若需要调整，则老已经拍字留一个，再来抗议一下吼。发声发较大声。喂。那发声听袂到，当转倒无代志，咱喂，无。登家己的电脑度啊！冰豆还是肉豆？我是要冰豆，毋是要冰豆。OK。好啦，安尼迄个，哎，毋是咱要创啥？哦，咱要耍倒游啦吼。嘿，是。啊，今日这个 game 吼，或者机密暗号啊，咱小等吼，会分做2队，啊，咱为着较方便吼。咱就先正手边3个人一队，啊，倒手边3个人一队，吼啊。现在要安怎算咧？咱是毋是直接算就较知影？咱直接算。直接算。来。冲啊！啊，大家爱选家己要去倒一队哦。现在要安怎算咧？咱队长要点哪里啊？左下角。哦。对。倒手卡。耶！为什么？这么帮我按上面那个，这样你会变队长。两个队长。对，安尼做无公平。主管是迄咯，我想讲主管是啥？队长的意思。主管就是队长。伊发音甲无改好。好，原来安尼。好啊，咱就开始吼，咱就先开始算看卖，啊，我来解说。好，安尼咱小等吼，这倒面会有25张的牌啊，嘿，啊，这个牌啊顶面拢会有书对无？大家拢有看到有书，是吼，好，啊，小等，你讲对者？地理考啊，尻川啦，迄是尻川，无上。正边下骹迄是尻川，嘿。我完全唔知伊咧讲倒位。因为日本的姓嘛是有这字。啊。好，我哪会听袂到恁的声？我有够诶，我不晓日语甲会晓日语的人都有差。好，请继续。啊，小蛋吼啊，对，大家可能有发现吼，我们今天那个题目我也有特别都改成用台文的词，所以等一下如果有设计过的看不懂的话，对，看不懂就被设计了，没有啦，就是。我给看不懂爱问出来咧，会使问，会使。恁会使甲。台语是阿坤嘛，刚是。哈？恶魔。哦，阿坤嘛，恶魔啊。恶魔。刚是聊阿坤嘛。无啦。无，会使讲恶魔。恶魔。我是念恶魔啊。嘿，台语是恶魔。嗯。哦，所以伊的日语是阿库嘛，对。所以可以询问对吗？
可以问，队员可以讨论，好多要问的。我内底敢若一个字唔捌尔。这是无公平的战争啊！呵，所以咱即马台湾那个完蛋了。咱即马是拄开始咧试还，这还毋是开始哦，应该会使吧？又没有处罚，不用紧张。哎呀，处罚没处罚，没有处罚，没有处罚。够有刺激呢，真正有够刺激诶。真正刺激。不过我先简单问一下啊，中间的那个卡棒那什么？哦，扛棒，卡棒是扛棒我知道哦，扛棒我知道，我不知道怎么念哦，我不知道怎么念哦，扛棒我讲成讲卡棒，草字头那圆坨又是什么？哦，那是 NC， 哦，那是 NC 哦，我不认识的是香菜，NC 是香菜。那个尾溜是什么？哦，尾溜。哦，那是尾巴。我确定是扛棒，不是卡棒对不？嘿，我刚才看扛棒。我看做卡棒，扛棒，嘿，我卡棒。我看了随便应该不是，不是卡棒，不是卡棒，是扛棒。我来顶一跟我说，哦对，我看唔对。扛棒，好。那个下岗是什么？杠。知道哦，我看到下岗，下岗就是南部的意思。下岗什么意思啊？南部的意思。哦，南部 ，OK， 你讲有名声，下岗有出名，是的，这句我常听到，但是我不知道下岗是什么。就是南部啊，南部。原来如此，原来如此。顶杠就是北部。好，我要问的了。好对耶，我们每次那个卡片放出来，应该都给大家问一下哦，确保大家都知道。可以。好，为什么要知道呢？因为等一下我们在玩的时候，就是两个队长分别要用提示的方式来让队员去猜那一队的词。对，然后我们队长可以看得到哪一个词是我们这一队要猜的。那我想一下怎么说。我跟观众朋友说一下，观众朋友可以看得到我们现在的那个卡片，有一些是蓝色的，有一些是红色的。那这些蓝色的呢，就是骨头妹那一队要猜的词，然后红色的是阿慧我自己这一队要猜的词。所以等一下呢，我在提供提示的时候，我就要让我的队员可以猜到哪些是红色的词。那他们如果猜对的话，就是那个红色的卡片就会被放上，它是红色的。然后如果我们这一队先把红色的词都猜完，我们就赢了。那如果骨头面那一队先把蓝色的词都猜出来，他们就赢了。那等一下在讲提示的时候，我们只能讲一个词，然后这个词不能直接讲到桌上的卡有出现的字。我想一下，还是我们直接玩玩看就知道了。不过我先跟你数字有名字跟数字嘛？名字跟数字，对，先跟你对一下。那一个词的定义，你是想要不同类型的词可以各一个，比如说形容词、名词、动词之类，还是说不管形容词、动词、名词，只能一种词一个？骨头面想说的是，比如说绿色的箱子，这样就是绿色是形容词，箱子是名词，这样算各一个。对，所以跟你们先传了一下，你们想哪一种？因为都可以各一哦，会相对简单一点啊。如果只有一个，像你刚刚说，你就只能讲绿色，类似这样。我单字或片语的概念，我比较倾向就是凊彩一个形容词就会使。我比较倾向就是一个词。我比较 prefer 一个词，那就一个词。片语可能有点给太多。对，没问题。词跟数字对不对？有几张？没错。那比如说，好，因为我们只是在试玩，所以我可以讲出来。就是比如说，我现在看到红色的词有掏门跟卡称，那我可能就会说辛苦鸡，就是身体2，然后你们就要猜是哪两个词跟身体有关系。后面那个鸡要不要念成哪个鸡之类的，就是明确比较清楚，因为跟前面的混在一起。对。好，两张也是，那就2张。对。好，会使。两张。有人问到其他颜色的，对，白色的就是不属于我们任何一队的目标，所以白色的猜到的是不算分的。然后还有一个黑色，
黑色是绝对不能猜到，如果猜到就直接那队就直接输了。是的，上面那个白色的不是哦。那只白色的 VTuber 不是啊，不可以猜前面那个白色 VTuber 哦。不要戳他。对，OK， 对，然后你只要猜到不是你们那队的颜色，就要换另外一队哦，提醒一下。没错没错。不管是猜到白色还是另一队的颜色，就都会直接就是结束了，就要给下一队猜。安呢？大家用这个尝试，还是你要直接先那个？我们就直接开始来一局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好，那我们刚刚解释完了，我们就重洗这些牌，然后我们就开始来试一局吧。好，我来这对单波出冠，有我哎！多位？我吗？还是都？这无囡仔呢？什么意思？我开始要想讲诶。咱这边要先徛头前，敢是？什么是徛头前？你遐爱有人想要做主管？主管多啊，不是讲要骨头面？对哦，就刚好你。可以中式reset，不是，没按到。对。大家当袂晓的字会当先问哦。所以唔捌咧。吉他，迄是吉他啊！叮，吉他是吉他吗？对，吉他。那旁边的稻仔是什么？稻啊，秧苗，稻米。哦。吉他应该没有其他的，他应该 OK 哈。OK， 我这边 OK 啊，看你们其他有没有那个。我没问题。那都会使，咱就开始啊。好的。我想看卖，但不困难呢。真的哦。对啊。所以今麦是红色的先后。红色的。现在红色的发亮，所以是红色那队先开始。哪里有看得都出来发亮啊？背景，它那个主管的灯，它有一个发亮的背景的感觉，那个皇冠那个吗？对，皇冠那个。然后你可以看到右边数字写9，左边蓝色数字写8，我们要拆8张，他们要拆9张，所以是他们先。我先对啊。来。水3张，水3张。对，这游戏是可以干扰敌对的哦。对，等我别讲，我别讲。食补品一定配水，补品。就是安尼来乱。哇塞，嘛是水，挂伫我爱灌水，对，就是水。你拍鼓会忝，会流汗，嘛爱水。那个有无？刚火蛇的题目是讲什么？水。水3张。你笔内底一定爱灌水啦，无写无字啊，对不？我会当几张，我可以点几张？3张。因为我头拄仔讲3张。OK。辉哥啦，辉哥爱加水啦，无水加。辉哥就爱食汤啦。点到白色就换对了。所以，请。对吼，是那个特务就直接点嘛。对，他们直接按。而且看得到他们点哪一个OK。科技。哇，太酷了。所以我会使点票。不，人袂出地。什么通点？哇，好难哦！我打来。哇哦！真正无简单。真的呢。哇，但是这个
没看过可能不知道我在攻什么蛙哥哦。你讲看嘛，你讲看嘛。糟糕，台语，等一下，我想想。你尽量，你尽量。小狗肚，两张。小狗肚是啥？可能爱看你的字哦。哦，对，你会使拍字，紧的拍字。哦，电话，拍谁？小狗肚，什么小狗肚？为什么没？小狗肚。为什么它不能打字啊？等一下。我觉得安利美小孤独呢。哦，小狗肚哦。为什么我打不了字？还是你切一下输入法？还是灰级的回合？我用没关系，我打到指令，然后贴上去了。OK。应该是伊开房间才会有迄个。哦。才互我做王。对。我即马换咱家发光啊！靠你们了，队友，靠你们了。我总算看到发光伫倒了。我即马才看到。不过我哪无看到字音有字哈，那真奇怪。我头尾还袂拍。还袂经数字。要按。它旁边可以按。我也打上去就有了，不好意思，我按了。有现在看到吗？没有。没有。袂看到。我点击那个给提示的按钮啊。你刚刚经规张数字到写。那个要点。小孤单，孤单。这是孤单哦。孤单较顺呐。袂啊是孤单的。袂啊，有时会剩一只。原来咱是顾甲乐团，你感觉呢？我感觉伊力先冲，我无啥物想法。他是袂啊。你笑个欢喜。不要紧啦。袂记你做这个欢喜。不要紧。安尼我嘛来。至少因无掉分就好啊。嘿。嘛是袂。不要紧，因显着咱的事嘛是咱的分数。水啦。对呢。哇。小孤独，你感觉倒一个小孤独，滴滴的就对啊啦。好，跟大家说一个秘术吗？反正就是因为像我们这一队刚刚说水，然后说水嘛，水的话要猜3个，但是还有2个没猜到，所以我等一下在讲下一题的时候，我就会偷偷把那2个也加进来。可以。没有通常你不用加，就是你一样讲新的就好，他们按照旧的再去猜，剩下2个可能是哪2个这样。比如说像我等一下原本想要讲的是交通2张我会讲4张，因为其中2张是刚刚的。so sad。是这个意思。我来讲英语，就艰苦的。不要紧，说不定我们也猜错，不要紧张。这样。所以咱的交通。你真正要交通哦。交通。乐团爱交通才会教啊，无法度教，你经常对啊。交通。4张其实2张是出来去坐车，安尼才有交通才教。你4张哦，这用哦。用。你喺交通的路中的巴肚要需要倒瓜啦，倒瓜。对啊，他们想倒瓜。交通迄个机车用塑胶做的，爱塑胶，对，用塑胶。君莫可以按。迄原料最重要，你无塑胶要安怎有交通？塑胶啦，塑胶。有道理。你搁拿刀去抬。抬沙啦！你知道我都用。你出来呢？爱有德啊！你无看迄坐温泉顶拢有人举坐刀。卖我白讲，卖我白讲。别，哇！这危险，这真正危险。我讲4张，我看买。就认真的呢。有啊。他有讲起来。好少啦。
迄个交通爱你好好笑啊！是巴肚枵你。嘿啊，巴肚枵，嘿哦对啊，你就是路上的巴肚枵需要豆干，豆干迄个下好少啦，爱炸者，豆干爱炸者啦。老乖炸啦，没会枵呢？我现在不会老亏。等枵甲混去，你要安怎继续沟通？嗯，老外有甜啊。唔知我咧讲多少？好像。请药，请药，下次阮捌着你啊！好爱吃哦。嘿，你你药来剂，要一起啊！你要相信你家己。嘿，没错，你直接吃落连。豆干就对啊啦。哎豆干莫听别对的黑白讲。对咧，豆干一定对的。对啊，好食好片，啊无啦，片袂着。我食。诶，啊，有机车有机车。哇，伤心伤心，好佳仔无伫酒店哎呦，哎呦， ，so 伤心酒店。还有两张，还有两张吼。对，嗯，哎呦喂！嗯，水。no 米子啊，no 米子啊，1A。有水啊，啊所以讲，无水啦，那无水安尼就是必啦，啊豆干爱掺水去拉啦，爱落啦，对啦。好食。伤济水就变豆腐啦。后尾选地，因为内面有水。哦哦哦，哦哎，哦哦，刺激刺这是激！必咯，掺，是啊，过节有哎，水那的，个一个，豆干啦，你点豆干就对啊啦，好食呢。不是四个药料啊？有水的，刚讲是爱继续用，豆干真正有水啊！敢是补品还是丢啊？这边都这两个选一项。选豆干啦，豆干也是丢啊，嘛会使啊，种丢啊爱用水啊，对无？你一直讲豆干甲丢啊，一定有问题啊！咱你讲我唔知，其实我唔知到底啥物是对的，我嘛看无啊哇，波比真正有，哇！七掺六片，阮搁差5张呢，那安尼。阿鸟喂厉，害，红高遐，哇！来骨头面请出好，题。请继续。哎，哇，惨，紧张啊！特别爱讲啊，人强要药料，真惨，真惨，我真怕要紧，倒倒来。多啊两个，所以你搁爱有几落个数字，对，咱才我都要较侪解无错，的，规章好好，规章好好，就是无错的意思啊。规张树啊菜伫遐，哎呀，你无甲读落了，就是无错的意思。这是啥物介绍俗语的时间吗？那是。哇，咱的节目来介较绍有应用。咱的话音笑话，哇，敢若想到一个尔呢，啊，嗯，敢若想到一个，亲的一个，新的一个，哇，你拄啊有两个小孤单，所以你爱念三个啊。哎呀，啊，你就三个，就袂当要头前的哦，会使吧？会使啦，会使啦，会使啊，无差。我重点是你数字无互阮无法度理吧？无啦，因为我拄啊小高头有两个，啊无摇着，对毋对？嘿，啊，所以即个我用清的一个，你就是摇一个清的，摇两个小高头安尼。无我意思是讲，你摇一个，伊敢会就跳去别队，还是？别，你看，因拄啊叫哦你看，因多个诶。安尼哦，哎，哦，那呢我先所以即个吧，清的哦，袂啊，我加即个。若是头拄仔小角度，应该是这集我团感觉会甲使先买啊，袂啊，你先好，安尼无翻译。
无你啊是边啊，迄个边啊，迄个镜头啊，哦，水，哎，恭喜打恭喜！碎啦！花你花我过来地，是吉他，家己，我唔知。哇哇，哦，你敢毋是抓吉他？嘿嘿，哎嘿，我刚刚知影因村的两个是啥物咯呢？那安尼，哇塞！哇，这个 game 就是爱克八堆的，哇，哇哇哇哇！不要紧啦，咱差5个还佫有机会啦。也有机会啦，也有机会。你若袂赢，进前拢还佫有机，无定着因饲着叉叉了，就崩去啊。是安尼无唔对啦，对啊，你讲一个叉叉互因滴啦，大队。对啊对啊，敢有安尼？飞机你就是阮派过去的失败。啊，原来这个真正是咧算失败。我有啊，注虾一张，来，哇！你注下注销，就爱有豆瓜爱补充营养素啊。你要注豆干入去了。啊啦得啊今，仔是 MVP 是豆干，豆瓜的 MVP。哎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！对你啦，啊继续，请啊，啊，小狗端毋是吉他哦，这小果断是回锅吗？哎呀，人爱食火锅啊，回锅骨落来。你敢有咧食火锅？拍个被就孤单的，就无一人。心态心嘿，一个尔，嘿，一个。好，下哦，汤，点收紧啊！无要紧，会使先开。好好开，水啦！来，小果断到底是啥？咱来测。对，我感觉无欢迎呢。诶，哎，我感觉这个呢，这个。我你敢有变开？无你无变咧？你有我变吗？我这边看变蓝色的咯呢。诶，诶那呢？我遮无呢。呢？啊，有啊，有啊，我较慢，有啊较慢。卡班，伊卡班，你看我这有啊，哦，你小我感觉小果断这个咧，你想咧？我感觉乐团也毋过英雄哟。因为英雄加一个啊，无大家拢英雄，那有我伊头拄是小歌，我想要继续乐乐团安尼。啊，你先还给者，石头布，先去小乐啊，你团若是是石头还是用布？他说就无通算。我出石头。哦，我无出，哦，你有，哦，安哦，尼你有，你有，你有，我是用乐团。好，恭喜恭喜！哦，有啊，所有一以个安尼啊，换音咯。系啊，我想看卖哦。继续啊，诶，伊换呢？伊变音咯，变红色咯啊。欢喜啊，诶，它有限制，我毋知呢，种树，所以你迄张数应该有差，你画的会使张较数应该有较悬差。的。嘿，诶，你可能画5张，啊，阮会使约5张，可能佫加一张吧，应该是安尼。所以你应该迄感觉是加一数字爱，张。嘿，所以你迄数字爱画较侪，无阮可能无法度着。嘿一嘿，开始雷声年，试玩而已。了懂吗出发免烦恼。系啊，买哎，拢来啊，我出来拢来啊！我刚才我听有东麦，都买。动买，东麦，动买，嘿，我知敢啊。泰国话呢？诶，有够型哎诶！对，我不行了呢。萨瓦迪卡，无你惊迄个卡卡哦，迄声安尼。卡，啊，好，请。我有啊，电请出一题，张电，豆干啦，豆干豆啦，干，个豆干，豆喂我干，噔噔噔噔噔噔，噔噔噔噔噔爱蒙白再袂红灯。哦，有你呢，噔，哇，哇，英幼丸啊！哇，真正有英雄呢。诶，诶，所以你拄仔小孤单是英雄甲个我大，哎，哦，佫真诶咧。哦，啊，袂歹啦，阮最后知影小孤单是啥咯。嗯，敢是因为英雄是孤单的，敢是这个意思？
啊，没有，它是里面本来就叫吉他，叫吉他英雄还孤独英雄，我忘了，是动画里面才会知道的。哦被那个人哦，所以我一直担心会不会知道，但是哎呀，拍子我无看，我无别看，烦了，别拍谁？烦了，不要紧，不要紧。不过我自己跟别人玩这个时候也，啊，嗯，难得来新的一场，我要安怎滴，还是我便当？来大家变叮当。啊，敢有看敢有要换队长的，啊无嘛我要想没上，你要做你要做队长？队长无？我试看麦，好，冲来啊！哎加油！字幕该伊啊，利哈伊，恁还无跳落来？哦，有啊跳落来，哈哈哈，水，刺激。哎呦来，看麦。应该大家拢知影吧？这场看起来较简单。嗯，湖神是什么？哦，好神，神较大只的哦蠓，嘿，好神。还敢是棒？你毋是棒较嘞？大只，我是讲较大只，较大只。哦，伊毋是蠓，伊是好神，苍蝇。嗯，嘿，好，现出题。象星，红色星，红色星。字幕星，加油！字幕。你在紧张哦？原来伊咧紧张。我记伊咧思考要讲啥物咧。那你在小四高火蛇，啊？萨才讲萨斯嘎，才讲这个，萨斯嘎果然是是，果哦然是你，真不愧是火神。嘿是，好，先诺，先诺啊！我先这就讲个我就紧张了，啊，是我害你很紧张哦，我知影伊咧我紧讲啥。张了。哦。对，你知道他紧张，你太厉害了哎！你的声在错你啊，听有？你的声在错啊。我拢听袂出来，敢你听会出来尔。啊，我就多关心大家。多谢。哎，别，我金属好我念咪会使安怎讲啊？哦，注意哦，一力赞。嗯，OK，暗对，好，暗顿一个。球啊，也是相亲食饭，安尼袂使吼，袂歹看吼。看什么兄弟在食饭诶？低度喝价，地图啊，刷鱼烟好食。根本你感觉暗顿袂咧？使食毒，所以一定是毒啦，点毒就对啊啦。我刚刚是鸡排，字幕讲伊暗顿食鸡排啦。哎呀，我主要讲按等食嘅嘛。哦，你按好神假期啦，好神啊！哦，应该是一定要咱们水。应该是热料会当有好神咧杯。真的假？你会当食 N C 真的吗？你你在确定？你直接食啊？哎呀，会使啊，为啥袂使？我有的人有人 N C 就哦，我最想食呢，完蛋了。我另好来，我就是请出题。来，我来讲，应该是看报题呢。哈哈，山拿四张，哇，水哦，四张呢。哦，用哦，可能要小想一下，可能要小想一下。用哦，数学啊，你爬山毋免算数学哦。你要知影你伫倒位？你可以穿爱迄个，一个两个，就这山哪样。有这？哦，说到有逻啊，那辑，有就这样啊。山哪有这？刷鱼啊！我无多讲伤济，因为我讲山拿已经够。你的好。我生气哦，生气哦！哦，你起。试看麦，来请。哎，哇，继续赞。啊，山拿有风，我拿可能爱想一下哦，可能想哦，一下。水，好。一个带你行。哇，nice 啊！哦，又高票诶！够巧，我看我带你走就对了。喂，这真正是失败是毋是？那才点，你是咧？啊，像是失败。
来继续。我想，啊，你讲我爱是不是？我爱甲因插的对啊，哎，对啊，请。毋是啊，刷鱼啊，山哪都有刷鱼啊，红小女孩，我去山顶拢逐摆拢会看到刷鱼啊，我是有囡仔，够准啊还是！要这，还是要这 N 水，哦，对啊，山顶有盐水啊你，起好啊，我是那你有啊饮，水啊？到哈是安怎啊？是啦，nice。是安怎啦？我感觉咱对骨头面都对啊啦。你有知影我的想法？行行所 N 以水，哦，冲落去，无拍摄无，是是，至少伊嘛无掉分，袂歹咯啦。啊过来何是不是か我顺掉。水，你毋免赶啦。无我较爱想康想胖，所以讲。阮爱先想好势嘛，拄啊输一场，即马爱赢转来啊，对无？哎，安尼毋知一比有来有一去平手，没啊啊，咱别输呢。输到输阵就咱歹看面。有伊咧做队长，有骨头面来摇到遮高啊啦。嘛是你嘛是爱参与者，有啊，我伫后壁拍扑啊。嘿，这真声，气温做诶。气氛做好。上大还功效，敢若拍扑啊尔。谦虚啦，谦虚啦。 ？Yes，哦，哦，哦，主攻顶我顶，顶顶路顶吼，同行，我干，耶，多谢，对。好，来，换我。安尼应该是这样满意没有掉。通灵到，可恶！有冲啊，有冲啊。啊无，阮这边啊，耶！我也去了很像，可能是我数字也较悬的哦。啊，无问题，无问题。哦，安尼我这摆爱好的是大日子。哦，大日子，啦，这是大日子呢，你想咧？我感觉这算大日子。好啊，算，来，相亲，对啊，相亲对啊，相亲足重要的相亲是呢。大日子大呢。日子啊，嗯，还有迄个猪啊，猪啊，日子你若是咧比这敢有大迄个日子还是无？啊，为什么布袋有大日子？布袋是足重要的。是要看布袋是个大日子安尼啊？什么较布袋？今晚嘛是大日子啊，对啊，你跟布袋是看布袋？若是迄个新猪比赛嘛是啊。这这啊袂歹。啊，够啥？大日子，还有啥物有大日子？不要紧，我相信恁就好。我你咧小心大你就好队呢？那呢？我因为我想紧张，毋知恁会饲多只。谁囝啊？哦，生囝啊！啊，反正生一只刷鱼出来对无？哦，我生可能一只鹿仔走出来安尼。哦，嘛你对呢。要对你要相亲还是会生囝？生囝好啦，敢若日子较大呢，你啊10个月呢。哎，哇，生囝无？生无？不要紧，不要紧，咱也拍个，片，嘿，咱也个赢5张来惊啥？哎，问，水，赞，来，甲恁咯，恁画一张就好咯啦。无啦，那有迄客气的，哇，画到2张遐搞着。笑，哦，够生。我这边讲成日文，完蛋！建筑底下啦，迄饲猪的饲料是一种建筑啦。塑胶啦，跟种塑胶做的啦，塑胶做你敢大哦？我你用稻啊，迄人进前拢有迄落茅草屋无？稻啊做的啊。啊，建筑，建筑若起好有影，会有影，景哇，有影，影呢，有影呢。有道理呢。有炸弹呐，哦，有影，炸弹呐，哎呀天哪！我收到一个，我听到一个啊，你对啊，你有对。安尼教学应该是吼。哎，哦，那叫跳掉。哦，哇。哦，应该是画两张，好心，画两张会使加一张。炸弹啦。诶，
你要建筑进前，你毋是爱用炸弹先放互白白，无你要安怎起？无啦，那有看过好难呐。我感觉应该是就若去了修正讲诶风镜头啊，就风声老街面吵吵哟。恁莫在接歌，风若呼呼叫就有风声对无？我在想头拄仔迄主攻顶应该是影吼，棍棒你感觉哦，哩？你还搁咧做工丁哦？我感嘛是影好，安尼就影啦，有影。啊，无影。你家己用诶，毋是我。我知啊，你家己用的。来恭喜啦，恁有赢啦，恭喜啦！真正有报地呢，有报地呢。有。大行应该是会。我头大日子就想讲会太低工啊。哦，是大地讲，我记大日子是报地，为什么报地跟大日子有关呢？真正有太低工？有啊，大日子会太低工啊。哦。迄是较真卡迄种吧，就是诶有诶。过年的台地啊，还是迄个考试有着啊，还是生囝啊？我记是迄个中原普渡有诶迄个大地公诶迄个比赛。普渡嘛是大日子啊，遐会使啊，嘛是有啊。但我较歹想着地道影。对吼，即马人无啥咧看迄个大地公。即马应该较少吼。你过家一粒柑仔哦。因为我看大地公，所以我知影。啊！不过你毋是阮即队诶。啊，只嘛爱甲我共做。你要换队嘛是会使哦。你知影，毋过阮无共队啊。好笑。好。来。咱来准备后一场。啊，恁有要换队无？还是先继续？先继续啊！三个人轮流做队长，安尼应该袂歹吼。会使啊。是的。哈，我感觉无遐搞呢，我较适合。不要紧啊。我较适合迄落呢。无咧比赛免烦恼。我是男生的，男生呢，咱呢？对。轮流，毋是看运气的。恁加讲者，我想看卖啊。袂晓的啥物看袂？毋对，咱先看啥物字，恁袂晓。应该上下排迄个为这边选过来第二个，迄是签嘛，就是你要食鸡排，食一寡煎物。食水果啦，水果就会使。哦，巧哦。那上面那个坑肉是什么？啊，空吧。空吧。哦，迄空吧，我看做航吧。空吧。然后第4排右边那个茄子是什么？就是茄啊，就是茄子啊，是哪是茄子？你念得出来，就是它没有错。不是怎么番茄的叫法，是真的就是茄子，就对。对，紫色的那个茄子叫茄啊。哦。紫色的长长的那个茄啊。对，迄个番茄叫甘拉米，还是tomato，还是tomato拢会使。哦。啊好嘛是感觉佫变细声呢。佫雾雾啊。嘿。啊，你麦克敢是咧喙边？你麦克放喺倒位？会使摕较活诶。会较清。啊，恁来安那？恁来咧想讲要讲啥物？我想着一个呢，我感觉一个就袂好诶。会使啊，无紧啦，无紧啦。好来，好。你若是要黑白斗嘛是有机会啦，会使范围开较大诶，像我头拄仔开山顶、山哪共款。哪只无山哪？我想要生 Pokemon 啊！啊，惨，伊要走去生 Pokemon 啊！这袂掉咯，这袂掉。好啦，连你家己骹喙皮连伫伊遐底。等者哦，我乃英语诶。等者我字毋知安怎是英文。好，哦，有咯。我拍你要伫倒位拍？要不轮到咱？我看到迄个球甲迄个油咩？我伫拍袂出来，迄落中文诶，一直跳英文诶。光子列再贴进去。
会使拍伫别位。好，你等我者。好，在看，这边原来是爱用卡。退休了。我唔知为什么我伫遐就变电机。你他是讲啥？听到有听到，佮旁边头都是讲啥？因为规个拢凉掉诶。哦，凉掉紧，刚才说话都是连着，所以我没有听清楚在说什么。哇，不要紧，即摆有较好。啊，即摆是另外一队咧摇。听，忝，我感觉梦。哦，虎头虎，虽然是寒面甲梦无啥共。我晓讲啊，无迄个会听，他们时阵都爱食面啊，他们是食面，根本是会气。食冰淇淋嘛。听，所以我感觉梦你觉得是梦哦？忝，因为忝就困啊，若是困就较忝就会面梦啊。我不知道什么跳，我先想到加班。会使，嘛是会使。加班是你专业的，没走跳没？你看激情时代哦，是不是？加班哦，跳。会使。哦，安尼你来试。哎，记。水。哎，恭喜啊！是。啪！啊，个加一张汤来药，还是你会使我是讲啊，你但又着乌色的。哦，那呢就提早结束。袂，莫提早结束啦，继续药啊。会惊死哦。先一个哦，对长袂使你讲啊，因为我会知啊。侬知影是要创啥？哦。你迄记哦，你袂当讲会使还是袂使，因为阮会知影，嘿，阮会知影。袂使。对啊，你直接讲起来，平常可根本我莫讲话。诶，初一。诶，好啊。你讲是上课跳没啊？对不？若无概念，咱就通先换人。对，先换。嘿，先换较。哎，我就你会使换袂惊。对，换你。嘿，会使提早结束，就是我当然无看到换人的所在。边仔若又有着迄落有青青的饲溜啊，通饲落。嘿，连面该注意。嘿，连面该会搁看会着。我今来想后一道要讲啥，我拢毋知要讲啥。无问题。你要讲我？对，你你就你第啊未？讲出声。真困难呢。你在修吧？哦。了，实在。哦。实在。麻雀，喂，毋过，这麻雀应该是拍牌迄麻雀吼，还是讲鸟仔的？不急，会啦，好食呢，会啦。不急。会啊！你讲有两个，我讲两个拢是呢。哦，拢是哦。哦。爱斯克里姆呐，爱斯克里姆。我不爱食叫呢。哎。菜头毋是实在好，原来着你哦，真紧吼，困难呢。我都未想好，我轮到我。紧张，代表咱真早就失败，你爱欢喜啊！你两一个都没问题，有道理呢。我想的哦。哎，来，就练，我想要。Hello，我想要あれ。何ちゃんってやりたい。听拢无。莫怪你用动作日本啦。无啦，冰淇淋啦。哦，我想讲熊熊的走一句出来。我想要说迄个。哎，迄个。什么讲？袂晓讲你的名。哎，迄个名。像的名。我会做阿辉啊。林奈的名。林奈的名就是林奈啊。就是爱金奈。你都叫出来了。我就叫林奈无毋对，你叫我林奈就可以。免惊。林奈酱。林奈酱，哇，食过水呢，多谢。我你无嗨呀，你嗨呀，你真无。哇，What happened？
你没有接哦，还是真的不知道？伊真正毋知。我有压片啊，我唔知，我是啥物代志？我爱讲啥物啊？你在讲嗨你，讲嗨啊，哦，为什么是讲嗨？你试看卖就知。你去看咧，几首歌嘿？哦，爱情这首歌，到我也搁咧想我要讲啥。对啊，哎呦，我在打扰他而已。做主题呢？不要紧，豆豆来。我做到干扰任务了，你们继续。你怎么常被你的 ice cream 攻击了？不过伊无接到呢。对啊，还完全没 get 到呢。攻击了。我咧看请你啊，哦，安尼我搁食几喙仔饭，啊，你又搁食饭哦？吹。然后搁咧食。我计是你已经食完了啊袂啊，我头拄仔搁咧回放上。我没讲完。哪加哪剩，哪加哪剩。咱我自在。我想着啊，嘿嘿，画一张，要毋过我加画一张。会使会使。好啊？刮什么叫哇，啊？刮寒。寒的我啊歹！势，哎，妈做。我怕做代志哦，歹势。不要紧。会使，寒的迄个啊， ice cream 吗？没啊，我刚刚是 ice cream 啊。来啊，冲！寒。对。哇，你真的 ice cream 呢？哦，那寒敢会有公司？勇士有啥物刮刮？我拄仔讲一张画两张，所以有加一张的意思啦。那呢，咱就结束哦。另外一张是甲拄仔的忝较有关系。忝哦，忝啊袂，忝，哦，无啦，伊你用迄个点诶，是阮拄以为加班，毋是张啦。我本来拄伊就是无小心壁坑啊啦，你刚才意思哦，吗？所以讲，哦所以阮即摆佫欠一张无毋对啦，嘿，哦，所以讲，水电啊，做水电会忝啊。就是佫有一个忝，嘿，佫有一个忝，嘿，是。那个是，教学忝，你去教那是忙啊，是关公嘛，就忙会忝，我知影关公为虾米会忝？那世界行会忝。你点啦，那误会的会忝啊。你点。误会都会忝，这嘛真好笑。你会像迄个日本无行无几路哦，足忝的。哎呀，我歹势，我甲伊行路，愈行愈欢喜。佮有别个吗？敢若无，安尼先选忙，你选。好，我算来开发麦。哎，哦，对，水啦。对啦。安尼今日先结束。对，先结束。好，来，华玲，请。请，阮目请。请。就简单的啦。好，你讲的哦。真困难。哈？你看又袂着，我甲你拍，你甲我拍。哦，要帮拍，在排队哦。喂。啊！你是讲要甲我拍的人咧排队哦，我遮够人玩哦。好啦，要互阿好拍啦。啊，要互阿有啥物好拍，时钟啊？啊，实在佫有呢，实在佫有啥？叫啊！他都有讲着啊。我的学生安尼就。好，同意。什么饭有无？诶。来个饭。会啦。哎呦，会哦，啊金针是啊。你来调你继续，请。金针。有人咧讲花是实在啦。金针已经是实在。啊嘛对呢。我想什么金针，原来是金针花。嘿。就困难呢。豆豆来。我会甲恁乱，免烦恼。好，请。出去算敢是一个词？当做看会机。哦，对。伊的迄个规则有讲，就是无确定的时阵，就是问对方的队长啊。对方的队长出去算敢是一个词？滚吧啊！队长伫倒。
，Hello，啥？请问你敢认同出去算是结束？无哦哦，无认同。哦，安尼换一个，想看嘛。诶，啊，今男若要扣分就扣分哦。啊，无啦，讲起来，哇，夜进来，好，随讲随袂记，高进来，随讲随袂记。你着忍耐，你着忍耐。你啉奶，所以我袂记，不要紧。 OK， 安尼，佚佗敢算熟？这应该有佚算，佗佚佗一个吧，这一定有算。感觉是会水啦，嘿啊。佚佗两个啊，哪有佚佗一个？哦，无啦，我输啦，输，毋是是啊，用哦。袂使安尼呢。无啊，你若出去佚佗，就有几个啊对。无啊，佚佗尔啦，佚佗应该会使吼。这头应该结束了。咱好大诶。无算，我搁换。有啦，有算这头有算啦。无算，高油算是。哇，头拄佚佗会使啦。因为你那讲，真正咧忍耐呢。你那讲，高油咧，我感觉高油袂歹，会使拍高油无？会使啊，会使啊。呀，你感觉会使就有通拍。免烦恼，免烦恼。免想遐济啊，真正免想遐济啊。我买一个。你那讲，你若讲三张。你看迄高啊，你看迄个高啊。我四张啦，我算唔对啊，歹势，我买不要紧4张做三张，四张。你用想诶想高油有4张安就好，我睇唔对，我欠算一个。伊哩，嗯。耶！啊你有看到迄只狗啊？哪有狗啊？红色的一个狗那个，背上树，一个狗牵着一只狗啊，就狗子眼呢。你咧讲狗啊啦？一只狗牵一只狗，狗啊，一只狗挂咧狗仔底。摕狗啊来搞狗啊！伤复杂啊啦。我感觉关公应该先摕来选吼。公公应该会使啦，公公先哦，啦。咱先这多丢麻球，麻球，嘛是一种佚佗。我感觉推丢麻球。高油看花，拄着你感觉安怎？僵尸啊！我会使，你有多高东西？陪我试看卖哦。啊，这个佚佗爱食面啊。水。啊，食面。那遐侪张，食面我感觉阮约着食多咯，那还佫遐侪张。哦，是啦。高油爱穿鞋啊！你感觉安怎？这敢会敢有影？对啊，你穿鞋啊，无唔对啊。爱无搁较好诶，无搁较好诶。恭喜啊！恭喜！你爱做水电啊。对啊。高油做水，无啦，高油。你无上过迄种棒球呢？哦。听清楚。还是讲棒球啊，还球诶无？爱换球都嘛？有野球啊，我哪无看到野球。球球嘅部分拢会使算球。我想一个高油。对啊，狗啊，甲伊算球啊，你若出去甲伊算球啊，算球啊，对啊。哦对，都有狗啊，我哪无看到狗啊。狗啊啦！狗啊啦！内底有狗啊。狗仔咧哭啊，狗仔咧哭啊。家这边狗啊，家这边有一只。面臭臭的狗啊！对啊，就臭诶。你不会去算球啦？哦，恁遐的卡片是狗啊！我想讲，到底是看几部？安尼我先选鞋啊看卖哦。不止卡片哦，不止卡片。因人的头嘛是狗啊。哦对呢。对呢。对呢。你拢无讲，我无发现遮尔有遮侪狗。新闻甲阿好的都是狗啊呢。我听阵讲迄是キノコ呢。那不是香菇啦，那不是香菇啦。是啥？菇。香菇是狗吗？香菇。香菇，讲是香菇啊。唔是啦，唔是迄狗啊。香菇讲是香菇。系啊，迄是耳仔较长的狗啊。唔是香菇，唔是。好，我见鞋啊哦，虽然感觉淡薄怪怪。鞋啊，哥。
啊哈，白好，不要紧。哇哇哇！啊有啊，专门甲阿好诶，迄落图诶狗仔，就是头拄仔下啊迄条，嘿，出现啊，真正毋是狗啦，真正是狗仔啦。迄狗啊，迄狗，对啊迄肉个长长，毋是肉，喙个长长。迄嘛是脆脆皮皮吧，无问题，无问题啦。对啊。哦，我今来想后一道吼。好，会使。我知咯，希望台语好会听有我咧讲啥。好，我拍片看卖。你们好温柔哦！你知道我在跟你们讲话，就在干扰你们，可是你们还是会回我，你们好棒。无，迄重点是我毋知你咧干扰我们。真的啊？啊，你讲话都爱应啊！这一句话啊啦，无啦，袂使一句话，这袂使啦。讲袂使一句话啦。为什么？这三字四个字，为什么你这样？我出去佚佗都袂使，啊！你咧搞我一直用都会使。出代志哦！啊好，开始请我知影，我就凊彩拣一个互你选，我就啊。你嘛对，啊你嘛对咱的，你嘛有哦，你嘛有哦。你是在通灵吗？这 Q 掉，这真正是 Q 掉。对，我已经无咧吃。这无法度。真正 Q 掉诶，哦，原来换你啊！哦，头拄你想到诶，好，喜欢那只狗狗。我即摆讲的是一张，因搁拄仔你有2张无画，所以我拍3张。好会使。色水哦，啊，桥啊，颜色嘿。哦，桥啊色，空吧嘛是一种水水嘿啊，啊，空吧。嘛是颜色呀。对啊，是啊。我买衫的时阵，我上爱空白色的。因为空你导游嘛，是色水啊。水无咪对啊。我先掀桥啊，桥啊因为台语有桥啊色。桥啊是嘛是水啊。倒啊嘛是有色水啊，哎呀，签啊嘛有啊，水电嘛有啊。对啊，还讲多两个，嘛就无有啊，倒啊有啊会。算黑嘛？啊？诶，什么？你都讲啥无听清楚？多米哥欠两个头前的。咱高油搁欠2个，你无？高油欠2个哦。恭喜啦，恭喜啦！系啊，交友的时阵拢会甲人讲恭喜发财哦，迄是恭喜。恭喜发财历史。你们那个是什么小说标题吗？我与僵尸有个约会之类的。我袂歹呢，而且我感觉这句话你来讲，更较适合呢。这不是就在以前的一种香港的连续剧哦。哎，真正有哦，有哦，真正差不多诶。但是看卖，我哎，那是真正有，那是真正有。哦，连续剧，香港港剧。哇！啊，恭喜拉布哦。哎，对，真正是拉布。什么是拉布？相爱，多基，感情好。我日语敢若会晓你好尔，啥物拢袂晓。你好毋是？毋是迄个意思。一手机啊！我会讲你好的意思的日语。哦，嗨哟。哦，迄毋是高炸。哦，有我真正会想要选空吧呢。先说高，还是你老话呢？啊，こんにちは。袂使啦，跨境语。哦，咱试看卖。我就惊着因的啊。免惊，或者是咱谈着。你咧讲，因为讲你讲免惊。哎，我无良心的。谢水啊！因为我安怎甲你信到咧？不好意思。对啊。哎，所以你讲空白哦。无，刀啊！哎呦，金梅刀啊！对啊，哦，无，咱阿好讲对，我就感觉
不是有那个吗？那个什么刀削面吗？哦，德啊跟米啊，当然都会当去看买。行德啊，来。无，因为阿好知影答案，所以讲我讲伊讲试看卖，我电都唔敢试。啊，有跳哦，我见看嘛，我见看嘛。伊毋是主管，伊毋知影。歹势，真恐怖。控吧，毋是。伊就欢喜，我看你莫又高油啊，好。哦，莫又高油诶！你来你个跟想试看卖，好交代互你。我知啊，哇，你笑到变过咧，咱真欢喜啊！像变过了，像。咱阿好笑到变过。滚巴啊，滚巴好多阿好。伊继续变，规气即摆爱想代志，咱爱甲交了者。哇，好，阿好爱拍目切无？喂，迄个塑胶会使滴管啊，爱吊边哦。卖听伊呢哦，卖听伊呢。碰哦，要搞咯。喂，今日拍目切。中。啊，爱迪生。技术。做水电的。好啦，发明啦。水电啦。啊，你加一个无发明物件，伊拢捡人物件来卖呢。哦，真水电哦。啊，水！真正水电。是啦，谢谢啦。我都甲恁讲出去，佚佗爱做水电。我莫贪心，我安尼就好。好，安尼就好。动物一张，恭喜啦！恭喜嘛是一动物啊，阿姑妈妈是动物啊，发财啊啦！阿姑妈妈是伊嘛是发财咯。阿姑头妹嘛是一个动物啊，所以阿姑妈妈是动物啊，恭喜嘛是动物啊。骨头妹嘛是动物咯。骨头妹，啊你讲嘛是有。我嘛是动物啦。我嘛动物咧。哇，做这动物呢？啊，嘛是动物。阮遮动物做这哦。咱敢搁爱搁拼一张，咱剩一张尔，还是交互伊？拼看卖来啊！拼看卖，好。来，对啊。熊啊，敢是动物？也恐怖。熊啊，我妈妈是啊。熊啊，内底哪有熊啊？我啦，我是熊啊。熊啊，伫对面。你知这个有吗？你爱有伊的咪，伊出去耍到底是安怎会出去耍？惨嘛！看伊出去耍，后来我会想时钟呢，就是爱看时间。哦，尽量会使讲话对无？会使讲话，尽量会使，毋过尽量莫讲着答案相关的安尼。会当甲讲甲题目相关的嘿。哦，莫讲话好啊。啊，无我是感觉先交互因，随着咱剩一张，恁若应该有法度必出迄一张。好啊。好，安尼先结束。换恁继续请。请。回伫咱剩一张尔，豆豆来。哦。好。无咧惊的就对啊。对，咱剩一张。开嘛有可能恁拣着咱的牌啊，咱就赢。水呢，离阮的啦，谢谢哦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哦。我你会晓别句日本话啊？我会使咧。一句两句啊呢？嘿啊，两句啊，无简单啊。耶，我进步啊，多谢你教我教。有，会使。大家安尼有啊？毋是讲台语，明明就是台语台。那变学日语的。你安尼是几句诶？我你是几句？对，爱用一个词，爱用一个词，啊，想到我出去耍袂使，奇怪。你叫混，头头毋是讲袂跳。我出去耍比较短呢，咱呢。我食杯你会使啊？塑胶。上分呢？用刀啊，食水果啦。好。无啦，这唔算啦，伊就。拍一句唔算啦，无算啊，无算。
袂使，爱搁拍输啦。一个输我鸟。会使学伊安尼用一句无，伊拢用一句诶，爱看。可唔可以啊？好好，会使，好，水，我都等你。还再玩一局就好了，会使。咱直接先结束啊，换组看麦。OK。我想看你会打什么出来。我直接好笑嘞。来，我甲你边长。边长，做计较诶。哎呦，我边长啊，共款一句诶。你下来，我想讲你可以算字数。会使啊。咱波头，你算车嘛，咱用车嘛，哇，你车嘛是安尼，都介意，作弊用诶，车嘛臭球啊，你嘛是作弊诶。用枪嘛有啊。咱为无错变有错啊哦，哎对呢，来啊，错落。用吧唧，我其实就惊你错球啊，会旋刀啊去错，你知无？我头拄嘛想讲旅游啊，郊游吹算刀啊，是安怎？然后因为刀啊，佢真正就这真无金门，我无想到金门，我拄啊迄郊游是迄落水电，真正是水电是安怎啦？为什么？你想讲饭店还有水电是啊？我想讲迄水电迄一支的条啊，有无？迄条啊有电啊，啊你去郊游会看到条电火条。哈，你想远啊，有够远的，我无法度。你算真跟我无共款呢。你出去算那会看水电。你都出去算就是跳，呜。哇，可能对真厉害。所以我毋知讲我有够强的跳来跳去。嘿，真正有今在跳。仔知影，阮今仔知你要哪算啊？知影。嘿，可能爱安尼加好算。恁来。所以我讲我无适合做队长。换人。换人。好，安尼爱。有够好。到算换组看麦。伊拄好会使。我想要看迄个台语上好的人做队长。台语上好。台语上好是啥？台语上好啥？可能有3、4个哦。绝对不是我，谢谢。绝对不是我。我唔敢讲我偌好。我要跳槽啊！即马伊离个飞机。好，安尼咱先对先相拼看麦。伊你的台语绝对真好，赞。好，是哦，请。来拼者。真恐怖。我想看麦。为什么哦？是啥？我咧红，迄是红。红。红对啊。红是红甲某的红。嘿对，你若含查甫结婚，爱叫伊红。夫妻的夫。左上的韩景是什么？暗棍。脖子。啊，右边中间那个拐仔是什么？右边的拐呀，拐是什么东西？拐呀就是拐杖。拐杖哦。你行路凸的，但你老可能都会用到的物件。我即马都可能爱用到啊，你拐。哇，对啊。因为讲你拢足少年的，老车。听都会听，开始听咧会听。安你莫行路做就好。哇塞！这啥物对老大人讲的话？歹势。我想看麦，我来，好够困难呢。咱较大胆的。来，较用的，较用。确耶。老人院3张。老人院。武士啊，武术。3张。对。老人院，我感觉要气哦。老人院，迄落选举乱去老人院，敢有这种代志？选举。老人院该坐飞轮机出去佚佗啦，食老毋才有时间出去佚佗。干嘛呢？咱爱趁少年啊！少年无时间无钱啊！耶！
啦，咱随着分啊！哇，你紧真紧哦，你紧真紧哦。感恩感谢罗纳多。安尼我乖小想一下哦。好，我敢袂当甲大家讲一件代志，你讲，你讲，这件代志足刺激的，真是，就是我看毋着色啊。我就知影你看唔着病啊！所以老人医是咱咯。嘿，对，应该是你会安尼使加互阮一讲。寡数字，加互阮规张啊数字。好，若是老人院，我是想着你哦，的。所以因3张要着1张，搁2张，你等者画的数字爱加伫。喂，无，应该是有想着差不多的。上袂了，上袂了。谢谢，多谢。努力，免客气。你会免客气，那叫你啊，免无叫，头绪。啊，无客气哦，无啦，无客气，无通食哦，都要食无通客气。食哦。我困嘞，为什么要客气？无客气无咧，客气呢？我哪会知道菜要头？食啥的 cake 哦菜头会就 cake 啊。啊嘛是呢，我介意柠檬客气。雷蒙 cake，哦，我介意食甜的 cake 呢，无夹酸酸。你惊酸啊？然后惊酸。我啉迄养乐多啉到尾啊，感觉酸酸。哈，迄间足甜啊呢！对啊，迄甜甲，但姐你今日都无问题吗？啊，什么？他的那心态是 OK 的。我当甜派，当甜的。哦，你讲遐啦，再来。但你会成习惯。哇，应该是无袂啦，人我平常时拢啉白滚水。哦，安尼就好，安尼就好。好，姊妹恁来，我这恁小想一下，哦，好，我互恁的提示是年会3张，年会，够济，我感觉有济。你会哦，子母感觉安怎？有做伙，好，继续请。哦，有年会就袂当食鸡排。头毛啦。我嘛是有迄头毛，我是头毛。年会够济，你会少年人啉酒啊，啉酒啦。你会无迄？你会无够袂使啉？你话袂使，你嘛无红啊？什么意思？无新人袂使安尼啊。啊，无身份无新人，无即个身份啊。你会无袂使去好体路啦。啊对啦，对啦。我罔听，我罔笑，我不爱讲。我感觉这有机会呢。啊，你是。年会爱搞才会当选举啊。错赛哦，有呢，好你加载红的，吓死我了。哦，我相信恁一定有法度。 3张，啊，搁1张呢？绝对没问题。你回答我无头毛啦？嘿啦，哎，不是少年毋才有头毛吗？啊，老我无头毛？嘿啊，啊，伊即摆有头毛啊，因为伊叫头你毛。冇白骨面无头毛呢？白骨面是有头毛，你得爱去白骨甲头家冤家啊！内底哪有排骨面，内底都有排骨面。伊咧食白骨面啊！面还是骨头面啊？恁头家出来，恁到底骨头哪有头毛出来？你的料理哪有头毛？头家最委屈的讲啊，我都我光头啊，有头毛。啊对呢，这有上新闻吼。你会有这个啊？有这新闻。我也觉得。啊，水哦，咱做伙冲看卖。啊，可惜啊，手力啊！不要紧，不要紧，不要紧。以力手力。不要紧，我过来想看火箭冲一下，火箭。好，火箭枪，火箭枪。火箭枪选1张就对啊啦。我要问伊利，因为伊是对方的队长，请问 RPG 敢是结束？会使啊。好，我等下算呢。算好。我会这枪改我原变底想要讲，你讲啥我拢讲好，毋过这想对大家想好。嘿，你是毋是会画2张啊？我感觉。嘿啊，RPG 2张。嘿， RPG 2张。因为伊真正是结束啦，所以我感觉无问题啦。嗯哼。哦。哎，2张。哎。那雄哦。哦。
诶，哇 RPG 有啊，有会啊。RPG 对咧，RPG 咧，游戏内底拢有火啊，迄 game 而且迄落是不拢有食鸡卵啊？真诶，真诶，我讲你是算一张无啊？阿好电动，阿好电动，你确定电动？啪，冲！安尼冲。我感觉这阿辉应该是。我唔对，我唔对，对啊，这是我想讲，我看到咱电动，你感觉你无无怪你的讲好。这是只有一个原因。哦，另外一个原因是因真正是一个事，我无问题。我真正要笑死，我的问题，我的问题，够好笑的。伊利的音乐，嘿，伊的音乐，隆重，我这叫做 MVP 知无？MVP 上分数互咱呢。哎呀，都讲伊是咱的spy，你都唔信？不，无啦，那会当信任啊。这袂使讲的秘密。 spy 我想一个哦，会姐 spy かっこいい。哈，诶，有够成诶，有够成诶，那会变阿尼啊？有够成诶呢。像哦，翻译者什么是 Kamoni？啊，可以，较可以，可以是啥？引导前面啊，剪刀，啊，较 Q 因是一个角色，虽然无人问，他 Q 因是卡克因是一个多巴肚开一坑，嘿，甜苦胖安尼，甜甜圈。哈，那会走到遐远？莫我别讲，莫我别讲，咱继续说。谁？我可能我想一个哦。好，你尽量想，阮我家己。袂使叫会姐姐。我多上啊，你袂晓。袂使，袂使，袂使。袂使暴露你老爸。嘿，真正。其实我就是要问的呢，迄お父さん甲おじいさん是什么意思啊？我多上是老爸。老爸啊，おじいさん诶。我记上是阿公啊，迄毋是阿公吗？哦，不过迄个音有差哦，我记上是阿公，我记上是阿叔。哦，嘿，较底迄是阿叔，较长诶迄是。おじいさん、お父さん、おばあさん。我爸较长诶是阿嬷。哦，这是阿嬷哦。那较底就是嘿。我讲おばあさん哦，おば啊さん是啥？阿姊嘛。就是阿桑啊，就是阿桑。哦，是阿桑。嘿，阿桑诶词嘛是为日记来啊。啊，样个做学倒学姊，我拢难做伙，分袂出。无过我日记遮尔歹着，唉。袂啦，正常袂念着迄啦。嘛有道理呢，哇，你讲话真有道理。赞！好，我想到了。水哦，总算有够时间互你想了。个人问问题是袂歹的，拖时间的方法。对。无啥我是真正拢难做伙。你是安怎会姐拢无讲话？你真正是失败是毋？无。我惊我搁看毋着是你咧无用。我真足惊咧。未来出的是。看起来你换兵是对的，换对兵啊。换一边都看不出来。名城三张。名城。哦，鸡排啦，你食伫顶头食鸡排啊？我感觉名城有这。有啥有公司哦？应该是电豆饼吼，名城有旅馆，敢若怪怪。哦，应该是旅馆有名城。有啦。我是讲有这张卡啦，我是讲有这张卡的意思。刚是迄个名城。工厂啊，名城。名城。工厂就爱有工料啊，工料就爱有名城。两个可能爱小想一个。小想一个。过来。好，第二招，冲啊！哇！不要紧啦，咱个还个赢5张的，惊啥？来回击，来，我来啊，恁
你是红色，看红色的伫倒。我是红哪的？的红的，看红的，对。哎，我知影我哪色的。我给你提醒的。多谢，伤超过啊，真正是。啊！你袂使赛车呢？哎对啊，会足危险的呢。哎呀，迄青红灯看做红灯，青灯看做红灯，真恐怖。哎呦，啊，那会拢青灯，安尼我会选倒一个顶。到底。去做兵啊，做兵。啊，我有阿啊。兵哥啊，阿兵哥啊。最后做营业对。安两张，诶，营业。音乐哦，音乐，音乐，哎呦，哦，卡手足紧了。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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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能记，还有不能记谈音乐，你要消摊无？还是恁要拄啊好就好？我拄好就好，因为好啊，若讲你若跋筊吼，就是见好就收。好啊，哦，定咧跋筊诶。哦，哦，安尼看起来真有经验哦。哦，袂当讲这。哦，爱做秘密，爱当做秘密。无啊，人诶跋筊敢毋是迄个刮刮乐，迄个嘛是跋筊啊。哦，哦，嘛对呢，还有合法的。耶，哦，哦，所以毋知咧好啥，咧好就对咯。哦，溪底通河啊，河鱼啊。遮无鱼啊，遮干那好啊。无啊好食呢。好，我过来休息一下。卖食我啦。VTuber 拢会行到即步诶，行到变做实在即步。哇，哇！卖甲我抬，谢谢。留我一条生路啦。村的事实在淡薄困难呢。我嘛袂对啊当，做队长无简单，所以咱爱家己争取，搁较侪时间想看嘛，要安怎讲？好，拜拜。真正足困难的，我拄仔都想无，哦，做队长真困难。啊，菌末可以煮成汤啊，骨头也可以煮成汤啊，那个只能不对吧？不要乱吃哎！那个宝箱不能煮成汤。那大家拢我可以当容器装汤啊，我是想啊呢。所以咱即马是要做火锅就是对了。你做想我啊，全部拢等落互你做百宝袋，不百宝箱。百宝箱。所以阮是一个set 吗？阮是一个 set 吗？啊，阮是讲一堆的啊。啊，你讲是套餐哦。一个 set。即马买蓝色送红色。喂。好，我想到。骨肉好吃吗？这可能两个哦。好问题，不知道。丢你啊！什么物件两个？好来，这道我要出的是早顿店两张。早顿店就是食酒啊！哇塞！哇，你再叫人食酒，你真有用哦！我感觉这两个真够用哦！这个加多嘞，这个多。早顿就点一杯大冰酒啊！对啊，冰酒，这我一定讲得出来。一起。大家讲大冰奶，迄个贝里斯奶酒有无？头做大冰奶。哇！换你试，咱开，人开一张，哇，那毋是，那毋是。什么？啊？真的？恁敢有？我看恁那个他们按的还没出来而已。恁头多当做多是张。鸡排啊！有啊，早顿无食鸡排啦。啊，有诶，烤面有鸡排泡面啊。咱这毋是鸡排，伊是鸡腿。伊是鸡腿哦。我当做鸡排咧食。伊是鸡腿。无啦，伊有啥物猪排、鸡排、肉排迄种诶。你听我讲。加迄三明治咧。鸡腿排，嘛是一种鸡排。嘛是排。啊！无啦，我别讲诶，我别讲诶。不要紧，我想要伤少。不要紧，咱也讲赢因两张。回记可以啊，阮4张因2张。你画一张安尼就对啊啦。啊，你爱记你是红色的啦。我知，我是红色的啦。红色的。嘿嘿嘿。没啦，你
绿色的，你是绿色的，啊对我呢，食香肠呢，食香肠。我想看卖。你是米豆里，你是绿豆里。米豆里咧，哇，真正是咧考验我的日本话。青色，绿豆里，青色。哦，米豆里。哦，阿芝是吗？你在？嗯阿芝有阿芝吗？没有，你们阿芝是做做啊？啊，自己修甲热。修个热阿芝。阿卡伊才是红的哦。哦，对，我要讲阿卡伊啊。哦，结果是阿卡伊，阿哦，芝阿卡伊哦，真困难，不过日语拢无法度。我想看卖，お母さん、お母さん。アイスクリーン、スクリーン、スクリーン。这个另一个是啥？ ice cream 嘛，就是冰淇哦，淋。艾斯克里姆，哎对，我知啊，克里姆素食两张，酒就寿司呢？酒，哇就酒啉落就对啊啦，啉落去，啉落去，唔是哦让大好开，跳落去，跳落去，大家欢喜。大家欢喜。糖跟糖啊嘛是啊，嘿啊，糖嘛是啊，糖嘛是素的啊。哎，我上该食糖咯，啊，你食甜的对？肉饼啊，小熊。啊有饼啊，哎，啊，恁有要消摊无？你拍在头里啊，我被拍卡去了。啊，你讲啥？啊，去打喷嚏。哦，跟冷酒呢？就就你是咧就卖唱卖唱你可以来个什么皮卡丘版的啊？啊皮卡皮卡皮卡啊！切哦，毋是啊，毋是。皮卡皮卡皮卡，我拍没出来。哎呀，互恁母甲拍袂出来。哇，哇，哎嗨，我也我去成功了。耶！哦，够过分嘞。哎宝贝，糖啦，姜糖啦。哎哦，哦，哇来几个切换？因那熊跟咱平分啊，食恐怖。哎啊，温奶啊，这我可能啊，爱想，爱小想一下，啊，你可能通进来一下。哦，哦，啉奶，我感觉这道吼啉奶莫想较安全，啉奶莫想会较安全，哪有你讲？因为我想跳啊。好，你是啊，无啊我甲你问一下，来请，赶紧紧敢会算结束？是不是爱讲迄句话，就是你讲的拢好。哦，遐好掉，所以那对大家好，诶，会使无？你讲赶紧紧啊？系啊，什么叫做赶紧紧？就赶时间，赶紧紧，就比迄种就比赶紧搁较赶。嘿，对对对，赶较足紧的，赶紧紧。嘿，我是讲会使啊。会使吼，安尼剩诶就两张赶紧紧，好你来两张，嘿，你来想看觅，我刚想到这张呢。这就你指定要爱伊想，就是做跳的意思。啊，差一点啊！啊哈！我刚想到这张呢。哦，无要紧，我搁来想吧，我搁想。歹势，我过来过来我，唔知想会赶紧呢。哦，可以啊可以啊，骨头面这道就可以啊，一点就好些，赶紧拢会使啊，咱较稳的。赶紧，好来啊，好，敢讲火会赶紧紧。想看觅，我想看。我无得讲话啊，袂使，伊袂当讲伊啊，伊毋敢讲。啊你，我来莫插落啊讲话，迄落啊讲话拢哎。什么意思？哇，那是会来的，要干出丁丁酸的。哈，你讲会今早哦来今？早，喂，太逐摆拢会讲到这。是哦，哦，小闪贵哦，看觅足贵足贵足贵。哇，这个书毋知影，应该会使啦哎，较文言，哎毋过看到字，大家都知。哎来，遮恐怖，啊无嘛无做文言，
这好做，那就平台你安怎处理啊？阿弥陀无啊，都做稳的，无啥物刺激的。死人，巧克力哦，哇哇哇！哇，会啦，小死人啦！哦，食酒啦，食酒啦，是吗？食酒的迄个，个。啥物好戏？嘛嘛会使啊，迄落 MB 嘛会使啊，电影啊，用一支 MB 甲人处理掉啊。哦，你的 MB 是即种的。你就压落压个汽油就火烧啊，哇，哇，安尼无感应着。会有火啊。我想看卖者哦，会使安那互恁提示诶， 2张哦，敢若2张诶。竟是啥咯啦？你讲 Pokemon 就3张，我知影啥物是赶紧紧咯啦。我想看卖，等下。是毋是买溜啊？骹底抹油酸，会啊，抹油啊，啊，你咪会当抹糖啊，抹酒啊。无迄有诶，毋是夹买溜按落泡。哦，卖好啊，卖我惊我想衰啊。哦，哇，你唔当唔通回答你迄个。你敢若伫海边咧讲话？我就跟你讲，不要讲台语。不要紧真正有啊，型诶！有勇气再会甲我讲啊。哎，而且迄声音够好听，对无？没啊，哇，欢喜啊！欢喜就好。有够欢喜，伤欢喜啊，伤欢喜啊！真正有咧痛，这真正有咧痛。欢喜喜，做伙欢喜，我想到啊，我想到一个，水，赞，不过我爱找看卖迄个字。哦，做功课哦。嘿，哎呀，我拄仔有想一个字啊，我本来吼，迄佚佗无要拍，是因为我无倒迄台语的，无法度你拍出无倒数一来，块哦。哦，因为有没有？你可以先打七跟桃就好了。啊，讲音啦。我想无想到，我就敢想到佚佗。啊，多好讲音佚佗嘛会使。我的台语袂辅导，因为我电脑就碎过尔。哦，啊，好，我想好啊，2张，气噗噗，噗噗。哦，我感觉真正有火呢，火气大诶，气噗噗啊！无头毛会不不的，一步步，无头毛，气噗噗嘛无效呢。水啦，一步步，气噗噗就食酒啊。食酒嘛， 2张呢，2张呢，啊是你的头毛嘛，我一张。搁一张像气噗噗。然后摇着，我就会开始跳舞唱歌，哦，跳会听跳舞无多。叫喝会使开始唱。一步步，啊是这起酒笑气噗噗，好啦，买好啦，好，一步步，气布布，惊呢。跟有啥气布布？倒来，我感觉这已经就挖金啊。嗯，后来你看会到答案，你感觉如何？我感觉你出了袂歹啊，啊，因嘛摇了袂歹啊。对，嘿，我讲实在，讲实在，哎，你讲出水了袂歹，摇了袂歹，啊是讲真正是这，伊讲摇了袂歹呢。啊是迄电影气布布用 NBR 甲人赌死，我想内底都无电影诶。哦，so sad。哇不，要紧，不要紧，哦记不要紧，恁做了就好啊。对，耶！做了就好。红乌路都爱欢喜者，耶！欢喜就好。耶，哇，我想看觅，这应该要消摊啊，毋过卖贪啦，等下爆炸。紧啊！你都已经讲一个，我没用着啊，你搁讲另外一个就好啊。啊，对啦对啦，哪啦了呢？好，安尼我来哎，来，sen糖啊，来，敢知影sen糖啊是啥物？先尝一下。
仙糖啊糖啊，就是会伫个壁顶白的，一种对，嗯，我知。虽然名叫糖啊，毋过伊毋是糖，啊？真的。壁虎，是壁虎，壁虎，嘿壁虎。哦对对对，是壁虎这就是仙糖啊。嘿，哦，恁敢有听过仙糖啊伫叫？有啊，就差嘞。有呢，就菜呢。哦，因为我对，因为我上网路才知影讲，无遐侪人听过呢。刚还有个死人啊，所以应该是这个啦。只是阮遐拢念仙人啊。哦，哇，你哦，骨头面，所以骨头面搞，啊！我查一个头毛，我头人家头毛是因为秃头气哦。法冲关，哦，懂了。怒发冲冠，凭栏处。你只唱歌是唱安尼哦，对，就这。哦，就是流行歌咧。无啦，无流行歌，应该是无流行歌。そうですね。わかり袂歹袂歹せん。诶，月亮嘛有袂歹，月亮袂歹。所以啦，啊，不要紧啦，咱差一张尔嘛是袂歹咯。对啊咱拼到上尾后啊，竞争激烈啊，竞争激烈。对啊，真有够够就刺激的，安尼才有应该好会看。使上尾局。你们看那只狗狗了，感觉好难过。哭了，哎，民族潮我诶，们是的卡片的吗？哎，恁存那卡片是一张，可以自己选的吗？那个好像是随机，那样那可以在。嗯，应该上尾局还是恁敢有赶时间？我无看，有人赶时间的举手，看袂到你的手。有赶时间的出声，牙卡牙卡，举卡咧，应该会因为看袂使。到手，所以牙卡无啦，卡嘛看袂到。哎，咱就真正上尾一局，继续啊，而且想尾真正上我也知尾啊，道，尾，哦，安尼我想要凊彩本让咱的子母来做队长。哦，哎，所以啦，啊，就继续安尼，就无要分队啊应，该无要换组吼，骨头面有想要，还是军宝有想要做队长吧？古巴来吧，还是头多你无爱，你不爱你无爱，啊？我穷啊，我穷啊！呵呵，骨头面够，搞你，杯杯，来哟，呜好，有啥物哇捌的字无？哇！选石应该是皮顶头的选石，应该毋捌台文应该无知吼，嘿，选石、钻石，迄是，就是手指顶头有一粒，上关的迄粒，嘿金，夏夏，哎，你们说的选就是玄石吗？嘿，对，哦，那上面的那什么左齿是什么？喙喙最 key 最 key 最 key 哦，最 key 哦。最 key，应啊，然后该茄子右边那个鸭子是什么？就是牙齿，就是鸭子，没有错了，哎呀，就是鞋子。呱呱呱呱嘿嘿，我们今天有椅子、鸭子、鞋子、茄子、稻子，哎，哦，好就是吃哎，照着那个差不多的汉意思。字去，嘿嘿嘿，哦，啊，出头了那紧，你是啥？厉害哦，厉害哦！哇，这么这是咱去做的呢，咱去做的呢。会哦，我还过咧，恭喜都开始啊！会两张啊，猪得啊，安尼我会不会有这个啊？啊会就我啊，我嘛有咧唱歌啊，所以歌唱。我有另外一个是炸弹啊，应该会使先油应该会我感觉使先炸弹嘛开放袂歹啊。无有可能较肯定。得啦，炸弹袂歹呢，炸油先来无问题，先油应该是无问题，嘿，先油。离落哦，嘣！是嘞，请。啊，蹦了好，蹦了好啊！崩嘞，真正崩。应该啊，先炸弹啦，真正爆炸 ！Oh my god！谁啦？我对不起你。垃圾应该是，不要紧啦，垃圾你要讲会啊就。垃圾那点哦，垃圾。球啊，会球啊因为咱迄个油互因啊，哈哈哈！哦，无看到油啊？我今麦才看到油，有叫有，好，我这无法度，无法度。
有时阵够看家己的袂记边的。咱后一道有炸弹，通疗力，哎，疗力，迄咯，狐狸啦，喂，你都好你咧？汤吃啊，结婚你定食料理嘛，办桌啊，请人客啊。啊，会使吼。变瘦啦，你料理食完了。歹腹肚的去变瘦者。啊，盐水好，盐水好。哎呦，哇！喙齿料理用喙齿包。对，有道理。你料理若食着喙齿，你就冰倒啊。无你无喙齿，要安怎食料理？食茶啦，吞的你配茶啦。变说我知影你料理爱点蜡烛，较有气氛啦。哦，有安尼有蜡烛，好浪漫。嘿啊，你看，人讲浪漫呐。好诶，你看有合理无？蜡烛较有合理啦。好诶，你的声高做伙。好啦，水，有要消摊无？哇，那紧。料理有香味。茶哦。有一种茶米茶啊。茶米茶嘛算料理下。做的茶鹅啊，有无？用烟的啦。有理呢。安尼咱就茶哦，真正茶哦。拜托是咱的。拢毋是好，袂要紧。不要紧。爱加加2个数字哦，拄仔迄火啊，搁2个哦。你即个想的爱搁加2张互阮哦。2张？嘿，总共4张。嘿，可能有，那你有想到啊？爱加2张安尼啦。嘿，加2张，因为迄火阮还袂要摇着。互阮扩大摇火，谢谢啦。安尼头拄应该是蜡烛甲炸弹，应该是较有机会。我感觉即2个。会听。师傅，你应该爱加2张。哇！加2张。因为咱上济安尼搞开3张尔。我去本数嘛会听呢。腹肚疼。安尼神经应该会听，喙齿应该嘛会听。你先记咧。好，我先记诶。安尼先互球牵着嘛会听。对啦，嘛是对啦。互旋石牵着嘛会听嘛。是讲你都偷陪听着无？偷陪听。陪哦。哎哟，歌唱歌唱甲心足疼的嘛，哪后嘛听呢？好角度就嘛会听。对啊。咱先开蜡烛好啊。你开啊，我开。我开好啊，我来开。好，安尼炸弹。嘛开吗？好，开。我这边有神经。好，你。水。哎呦。无扩大。刺激。刷来应该是喙齿吼。还是尖，刮手啦，都讲心足疼。运动嘛会听吼。伊啊一句，身躯嘛会听。你若毋讲旋石顶扣挂着会听。有够听啊！未来要旋石要旋石。钱嘛会就听，真正心疼，我有感觉就疼。剩的无好拍，不要紧，我相信你。Nike 一个。哎呦 Nike 应该是运动丢啊啦，皮啦，迄鞋啊用皮做的啦。
有鞋啊呢，应该是鞋啊较对。滚吧，鞋啊，好。有要小摊无？会惊袂？你个要小的，会惊袂惊？好啦，应该免小摊。惊着无代志，惊丢。惊袂着顶啦，紧诶！好啦，惊袂着顶啦。拼落拼落。丢了啦，丢啊啦。啊，着顶是恁咧着顶。对啦。多谢你辛苦啊！感谢你。你还阁赢2张咧，惊啥？哎呀，咱搁要啊，子母教你。哦，咱搁有一个听甲个药呢，一张。系啊。是啥物啊？听甲应该是喙齿，我感觉。讲个喙齿拢就成诶。好哩啦，好哩，加着会听。加迄加着爱送病院呢。你还先拄会着，才加会着，好无？啊对吼，台湾应该是无啦。较寒诶所在才有。子母 go go， 子母。加一张哦，爱加加一张哦。嗯。花较济嘛无要紧，非伫咱先7月就先结束。真困难，我感觉做队长真无简单。头壳爱想足济，压力足大。我想遮有诶无诶就趣味诶。而且我还看会到色水。多谢吼，你讲了对，你讲了对。好吐槽。我无针对，想会讲，看色水就困难诶。你看久诶，迄落灰灰，你知无？灰色。哇塞哟！哎呦，哇，安尼剧本应该会有。啊，抓球啊！有变数应该嘛有可能。安尼咱先试头拄仔听甲个喙齿。剧本我感觉。我叫你要新剧本哦。剧本先好啊，因为较我感觉剧本就有道理的呢。系啊。理对吗？好字啊。水啦！赞！安尼。后一个你要取向。人客啊，人客爱画单啊，有无？人客点菜。写名单。系啊。哦，点菜。安尼头拄仔听甲我先喙齿哦。好。好。水啦，安尼刷落来，我感觉啥？变数嘛有可能，爱切嘛。我想讲爱切应该是有。哎呀，应该是，哎呀，安尼。还是有别个纸吗？别个纸哦，好。有机会，有机会，有机会。纸，咱看纸。刚我是多一个。所以，所以咱头拄有应该差不多。对啦，我想讲，我甲在无饲了别位。规气毋是因着种就好咯。饭尖啦，你爱试看卖有毒无啊？你试看卖有毒无？结婚啦，结婚来食饭啊，对无？应该丢啊吼。结婚要食饭。我唔敢，我唔敢。结婚嘛会当食饭。我惊去送恁一婚。莫惊啦，你无定就提早结束咯。你较咱就要赶过啊哦。哎呀，你试看嘛，尖我感觉尖就有可能是饭诶，你爱试看嘛。古巴，你有要听因的？你有要听因西人无？应该无。球啊，饭碗嘛是球啊。真系旁边啊。饭碗嘛是球啊。饭碗嘛是一球。你讲是伊啊，可能。我敢想啊。坐伫伊啊顶头食饭对无？我敢较远较远。有道理呢，伊啊爱伫伊啊。旁边是有较合理啊。你总无可能徛喺食饭吧，忝死。食饭配歌手啦，听歌手唱歌。食落呢？有道理呢，安尼食起来饭较芳。食饭配猪头皮好啊啦。有皮啊，有皮。系啊。有皮。啊啦，旁边啊。无你要皮看嘛，要皮看。我唔敢，我唔敢，我唔敢。莫惊啦。啊，真正迄皮。会使啦，惊啥？好好啊，你有要听因西人无？还是你爱旁边，还是你爱？互你决定，互你决定。
伊啊啦，你爱做食嘛，你无可能徛来食嘛。旁边哈，啊无，啊，可惜，啊无变气的，哇，这么高丽了，可惜啊！哎呀，哎呀我，头拄最后冇想到，敢会是，若要搁想一个，敢会是旁边。啊，有的纸有旁边，哎呀，红包的纸嘛，哦，足香的呢，我就兴趣迄边。不过好佳在是无啦。道理。哎呀，啊，敢会结婚有旁边迄拢囥诚侪花。即摆要袂要，所以讲要不要紧？结婚有迄个爱情的旁边有无？冇可能是。所以爱情的照片，看到别人幸福，就感觉插目，应该不是安尼。不知哦，没有白讲，冇可能是万车味。万多。对呀。真困难，真困宠难。物玩具算一个字吗？现在不他们。哦，不讨厌。伊讲会使。 OK。宠物玩具。我刚刚有这个呢。有啊。两个。哦。我刚刚有这个。应该是球。另外一个我想要要配。哦，你选啊，选啊。哇，这样到天幕，生选生选椒。我今日伊食落了啊，胃肠诶。排巴肚呢？哦。系啊，应该毋是选椒。这么你是原底选一张，啊，搁加一张，还是有两张？两张。有两张，好，安尼我想要要配。好，冲。水啦。安应该差不多吼，咱剩一张尔。哦，原来伊这点可此结束的。对，看到，上尾叫你看到，水。哎，咱先看到。哦，原来伊米点食，我即摆才看到，第一个看到。好，安尼咱那边哦，好，因为我唔知影，想无报啊。系啊，伊嘛无跟咱西人无通好低调吗？哎呀，因个爱要两个讲袂定，咱最后一个互因试过。水哦。要吗？要变吗？会使有梦想。哦，梦想啊，梦想。我已经想到你的这个可以写什么嘞？哦，你知影？哦，对。但是我个人觉得才歪啊，因为没有不好联想。我很好联想哎。然后我想的可能不一定跟想一样，不一样。哦，好，没关系，我先许这样。我在那个加油添火，谢谢。哦，夏茶天花刀。玻璃两个。镜是玻璃做的啦。人客拢玻璃做的，什么意思？扫来都吹。今天迄人客拢有玻璃心，你唔知哦？哎呦，选椒有你啦，迄个假的选椒拢玻。哎，水！大约哪啦？我真正是人客哦。对，真正是人客，所以我讲要变无，就是咧讲真嘿，谢谢。有变有。我大概知道你。咱捌试过啊，咱伊个讲真诶，人客拢玻璃，对，真正人客拢玻璃，水。我就讲，再跳这个跳着坑。好佳仔伊无甲我信道，真正有使人着。我是想到一些袂啥的所在。袂啥哦。有人客爱照个这么这。那才巧着。哎呀，伊个要欢喜啊！就搞呢。哦，咱个一个是结婚哦。哎呀，咱个剩一个结婚。这么就赞呢，你就搞诶。赞！那会真搞。哇！真正要飞上天啊！飞，时代紧。都互你飞。哎呀，你就袂歹，趣味。今日足感谢大家来陪我耍啊！最后相重要的啊，对，其实我们会这样做。最后请问，我们会学会华语吧？对啊，这样可能观众朋友比较，如果我们要宣传的话，观众朋友比较听得懂。那最后最重要的，想问大家，最近有什么想要宣传的活动吗？
我们请最左边，我们一样从最左边的林奈一路过来好了。什么？我今晚看不到画面呢。啊，不要紧，无就是头拄的迄落介绍，对，我买当点名。我这边哦，目前应该就是有一寡台语的片啊吧。哦，就是有对台语有兴趣的，会使来甲我追踪。啊，你拢发伫倒位？追踪，我发伫 IG 甲 Facebook 拢有。哦，对，我有看到迄个，因来有当时会介绍讲台语什么词，你敢会晓讲？好歹势。对，对，所以对台语有兴趣的，会使来追踪我。嘿，对，啊，你即摆要无 YouTube 吼 ？YouTube 敢若有呢。我哪会拢找无？样哥无抛物件。要未开始做好。有创好，样哥无抛物件，因为都还未开始嘛。不要紧。我说明栏也有放林奈的 IG 的连结，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学点台语的话，可以沿路过去先追踪啊。哇，多谢，Very nice，一定爱。过来咱就请伊利最近有啥物想要宣传的代志？最近应该是也毋过我后礼拜机票连面就会发出来，所以讲会使过来看我Twitter 也是 YouTube 内底打的内容，再过来伫我的风扇内底做开讲，就是安尼。OK， 咱请骨头们，请问你有啥物想要宣传呢？可以用中文，不用紧张。那个最近的话，也不是最近，可能过一阵子之后，就是会有跟我们这边的主持人火蛇，有个联动啊，到时候欢迎来那个，对，我嘛想要参加系列，台语家庭我嘛想要参加，参加他到时候变得很不一样啊，很不一样啊，哇，敬请期待，对，敬请期待哦，哎呦，6起来。OK， 好，谢谢。好，没有要遛火蛇哦，就好。那我们继续。那请子母来，你最近有什么想要宣传的？谢谢，你爱拍婆仔者。对哦，好，对哦。煞袂记你，我拍几个？今仔日学会晓拍婆仔，我会晓。恭喜啦！袂歹。来学拍婆仔，问好。OK。好，请子母宣传一下。最近都在玩游戏跟唱歌，然后还有干嘛？没什么没干嘛。还有聊天啊。还有聊天，对，我好喜欢聊天哦，最近好喜欢跟他们大家讲干话。可是你们可能要小心一下，我的观众都很怪，他们上次说他们聊水，那就不要管他们，他们在讲废话，对，他们在讲干话。对你来跟我聊天就好，不要理他们。太好了，有道理。我刚才我不要理你。没有啦，我是中文的啦。你说想喝洗澡水也是用中文的？对。哇，惨吗？哇，可惜大家看得懂。我刚才听有呢，要安怎？哇，没有关系，他们很奇怪，不要理他们。好，欢迎来当我台里面的正常人。我们很需要补充正常观众了解。对，我们需要正常观众。OK。一耶。OK。咱过来请君木，最近有啥物想要宣传的无？哇，困去。还是先拍一婆仔。邀请。拍婆仔才出来，好。婆仔就是当时是无啊，因为你嘛无法度来讲。因为真间公司讲。平安夜迄天会当看饭，所以讲我要看饭，你嘛无法度看，你若看无。然后想要看咱阿好的破文的，先从为Twitter开始。Twitter 较济。对啊，我Twitter拢咧骂人咧，早就拍。要紧啊，你讲有差，人都兴趣比啊。有的人就开看人咧骂人诶，看看心情困。有人就姓黄臭的啊。
有诶，家己毋敢骂，看人骂就真欢喜。来当看我的Twitter，我即摆就是我互我今日食啥物啊，通做伙食中昼当然是食啊。哎呀，会使对，最近。你若搁讲会有啥物啥物料理要好？合你料理后壁无声。啊？哎，你讲料理要喊料理安那？料理后壁无听到。我是讲会当分享你想要交换，我讲的料理是安怎煮的，还是讲就是安怎准备物件拢会使，就是互我分享安尼，因为我有的时阵我真正想无我的便当菜要安怎做。我等下我再传互你，我遮有足侪甜的物件要安怎做，简单料理。不是，咱要便当呢，咱要看便当呢，你干嘛？比较我是做过暝燕麦，我即摆拢食这较济。然后最近便当拢因家己做的，看起来就好食款。我有看到这分享互你好啊，我有当时看到。有诶，就来加你的Twitter。我无 Twitter 呢。你有啊？我找到你的 Twitter 呢。哦，你袂记得你的暗号啊？我有，ยัง个还在用。啊，了解。还在用。歹势。安尼。然后讲。嘿。一个吧。嘿嘿。然后感觉补充也是。也是就宣传这，就是大家当提供适合做便当的料理，互阿好安尼。嘿对。安尼调过来哦。OK， 我要宣传的就是我贵收益化，我收益化开始营业了，所以耶，多谢。所以呢，明仔载有一个初代，明天会有一个收益化的庆功初代。让我想起来，我还没写，我都要去写。我就想说，你怎么还没写？没有啦，想说可能如果就是有空的话可以来，对。然后我有发在推特，所以 VTuber 朋友们可以填一下哦，我就可以明天来聊聊天。多谢安呢啊，有想要买会员的也可以买一下，谢谢。耶！酸团料啊，多谢，我们要低调，至少要假装低调，嘿，呵，耶！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很爱咱，恭喜，多谢。安尼咱今仔日吼，若看了有爱看的，甲即个影片，伊些等下变做影片啊，就会使互你所有的朋友看，互大家看卖安怎用台语来耍导游，咱的可能之后就有机会的话，再来用台语玩看别款游戏，可能也不错。那我们就后回再会咯，我们就下次再见。耶！拜拜！我嘛会晓拍鼓啊！耶！感谢！欢喜吼，有好胜吼。日本这边有很多奇怪的桌游，比如说求婚啊，什么大叔够文之类的。求婚？求婚。我不要自己按买才算。我在想那个。